大家好，繼續翻嚟財智雙打嘅專訪環節。今日我哋請嚟華僑銀行香港中小企業務連續創業組主管袁志權先生。袁生你好，早晨，你好，清姐 ，hello，中小企我哋識好多啦，創業嘅人士亦都識好多啦。連續創業係咩一個概念呢？我哋今日講下呢個話題，同埋睇下你哋公司有啲咩配套俾佢哋。OK， 或者我先解釋係咩叫做 Serial Entrepreneur 連續創業先啦。咁顧名思義啦，就係專登設計嚟咧去支援一啲有連續創業理想嘅一啲中小嘅企業家嘅。我哋嘅目標係希望可以令到佢咧喺唔同嘅成長階段咧都可以得到銀行嘅支持嘅。呢個會包括係無論係銀行產品啦，甚至乎係一啲叫做貸款融資嘅情況下咧，都可以令到佢喺唔同成長嘅過程都得到銀行嘅支持。咁呢個就係我哋嘅目標啦。呢個概念喺香港應該係幾新㗎，我哋都係即係第一次聽啊。反而咧東南亞咧，我就聽講話都幾多呢一類連續創業嘅喎。好多時香港嘅創業啊、初創咧，佢哋都係自己細細翳翳咁自己個飯嘅啫。佢可能一次嘅創業咁啊，養大一間公司，咁就好似一勞永逸。但係點樣先係可以做到連續創業咧？嗱，或者我先講一講咧，我哋華僑銀行集團咧喺2019年咧喺新加坡嘅時候咧，已經將呢個 Serial Entrepreneur 計劃咧推出咗市場㗎啦。咁當其時，我諗係因為新加坡嗰個情況同香港有啲唔同嘅，咁佢主要嗰個貸款金額都會比較細啲，係主要負責一啲小型企業啦。咁而行業嗰個咧同香港都好大分別嘅，佢哋主要係一啲比較初創啦，或者係啲數碼科技嘅一啲公司。咁我哋喺香港呢一度咧，推出呢個計劃嘅時候咧，我哋都會有一啲好多本地化嘅改變咗佢嘅，包括喺個行業上覆蓋上邊咧，係會更加多元化啦。而另外金額上咧，亦都有所提高。我哋希望可以支持到更多唔同要求嘅中小企。咁呢個計劃其實咧，你個持續創業啦，創出嚟嘅業務係會唔同啦。咁但係創業嗰個人都係同一個人嚟㗎嘛，所以其實呢個計劃背後個理念係咪都係以人為本呢？你講得好啱㗎 Michelle。我哋呢個連續創業家計劃 Serial Entrepreneur 咧，我哋嗰個目標咧係會原本由過往啦，我諗傳統嘅時候都係會用緊一個叫做公司本身去做一個元素嘅。我哋呢一個咧會有一個叫做 Key Man Concept， 即係話我哋會圍繞住嗰個決策者或者叫做創業者做一個概念。我哋嗰個支援咧係會主要係唔會單睇嗰間新公司新成立嘅時候嘅所有資料，我哋會涵蓋翻去整個嗰個決策者佢個人嘅資料，甚至乎佢嗰個管理團隊，又或者佢過往嘅經驗。咁我哋相信啦，用呢個比較全面性嘅一個支持咧，可以令到呢一啲新成立嘅公司咧更加快可以得到一啲銀行上嘅一啲支持咯。咁即係你背後信呢個人多過信個公司或者業務本身。咁喺審批嘅過程入面咧，貸款審批嘅過程入面係咪會唔同啲㗎？喺個流程嗰部分咧，講得好啱嘅。我諗傳統嘅一般貸款申請啦，主要都係建基於嗰個貸款公司佢嗰個叫做個財務記錄啦，或者啲還款能力啦。咁但係我哋知道嘅新成立嘅公司咧，往往就係缺乏咗呢啲比較完整嘅一啲資料啦，所以令到佢哋咧喺銀行咧申請一啲貸款嘅時候咧，通常都會遇到一啲困難嘅。咁所以好多時候咧，新成立嘅公司往往都需要自己嗰個決策者啦，或者創業家啦，自己叫做掏腰包啦，即係自己要攞錢出嚟。佢就係嗰個金主嚟㗎啦。係啦。咁但係咧呢個 Serial Entrepreneur 計劃咧，我哋嘅重點就係講緊個決策者或者個創始人。我哋係會咧比較全面性咁樣去了解翻嗰個創始人嘅背景啦，佢個團隊嘅經驗啦，佢過往會唔會有一啲叫做創業嘅一啲記錄，甚至乎佢可能亦都有其他公司，我哋會整個集團咁樣去了解佢嗰個財務情況，或者叫做佢嘅還款能力啦。咁樣嘅話咧，我哋相信咧可以比較容易啲，可以令到佢喺一個公司新成立嘅時候，我哋可以叫做初期性啦，可以達到佢一啲叫做資金上嘅安排，咁樣可以解決佢一啲叫做初創公司嘅時候好多嗰啲不確定性啦，
令到佢哋自己比較更加有信心去發展佢哋嘅事業咯。咁啊，今時今日咧嘅初創公司、初創企業咧，佢哋都有個特徵㗎，比較係創新啲㗎。咁所以要帶動個創新咧，有好多呢類嘅 serial entrepreneur 咧，佢哋都未必係第一次創業喎，因為佢哋不斷咁樣求變創新。咁會唔會所謂嘅持續啊呢個連續嘅創業者咧，佢係咪以往你哋 check 佢嗰個 track record 啦，佢嗰個創業嘅記錄，係咪唔一定要次次都成功㗎？但係都唔可以次次失敗咯，係咪啊？阿青爺講得好啱嘅。喺一個比較叫做審慎風險管理嘅情況下啦，咁銀行亦都需要同好多股東啊或者點樣交代啦。咁我哋一定唔會話立亂去批出一個貸款嘅。但係我哋都會知道嘅，如果一個連續創業家，佢之前曾經有一個成功創業嘅經驗咧，佢第二次再創業嘅時候咧，我哋好相信佢咧，憑住之前嘅經驗，又或者佢帶嚟一啲新嘅管理團隊嘅經驗咧，佢嘅成功率咧一定係比一個完全冇創業經驗嘅一啲叫做創業家啦，個成功率高好多嘅。我哋嘅創業呢個 Serial Entrepreneur 計劃咧，就係希望可以幫助到呢啲有經驗而有呢個遠見嘅一啲創業家，去令到佢哋更快去發展，而唔需要等到往往好似過往嘅舊嗰個記錄方面咧，就好多時候就要等到成間公司可能成立咗2-3年啦，有咗個財務狀況啦，然後先至慢慢去攞住啲記錄去問銀行借錢啦。因為如果以而家呢個新嘅經濟啦，所有嘢都係叫做同時間競賽啊，你遲咗咧，咁你諗到嗰個 concept 都未必可以再行噶啦，2年後。咁所以呢個我哋一定要同佢哋一齊同時間競賽咯。我哋舉一個活生生嘅例子啦。假如有2個人佢都走入嚟同你哋銀行講，我要開一門生意，我哋又假設呢2門生意其實都可能一模一樣嘅。咁但係有一個嘅創業家咧，佢可能之前已經經營咗一門生意，然之後成功可能賺到錢賣一盤俾人啦。咁佢呢個叫連續嘅企業啦，咁但係一個咧就可能係真係新仔嚟嘅，入嚟就第一次創業嘅，同你哋攞貸款，咁其實兩者應該係持續創業嗰個會高分啲啲，係咪咧？呢個當然會係嘅。連續創業咧，因為佢已經無論佢喺我哋銀行啦，或者其他銀行咧，佢一定已經有一啲銀行記錄喺度㗎啦。而再加上亦都佢會比較清楚創業需要啲乜嘢嘢，佢亦都應該會已經好快可以提交到一啲所謂嘅計劃書啦。而佢嘅管理團隊亦都應該有唔同嘅經驗嘅人可以做到一啲資料嘅俾我哋銀行。咁所以咧，我可以咁講，亦曾經試過我哋最快嘅咧，喺一啲連續創業家嘅申請咧，佢可能連間新公司都未成立，我哋其實已經可以貸到一啲準備嘅貸款俾佢。佢當佢開到間公司，而個戶口亦都可以用到嘅時候咧，其實佢已經可以隨時立即動用佢嘅準備資金嘅。因為銀行都好 buy 佢嗰個創業嘅思維，同埋亦都相信佢咧已經確立咗一種好創新嘅商業模式。講得啱，係。好，呢個計劃由新加坡引進嚟香港，咁我哋轉頭翻嚟就睇下喺香港呢方面嘅反應係點樣啊？好，繼續翻嚟我哋嘅財智雙打，仍然都有袁志權先生，咁啊繼續同我哋講下一個好創新嘅計劃 Serial Entrepreneur 計劃。呢個計劃咧就2019年喺新加坡你哋嗰邊已經有㗎啦，咁啊將呢個計劃咧引進嚟香港就係舊年嘅事啦。短短幾個月之間，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下而家最新嗰個反應係點樣啊？OK， 或者我可以再講多少少啦。Serial Entrepreneur 計劃咧喺2019年咧，首先係華僑銀行集團咧喺新加坡推出咗啦。咁佢推出之後咧，咁我哋見到個市場嘅反應好理想嘅，亦都好多客戶接受呢個咁嘅 concept 啦。咁所以咧，我哋喺2024年開始咧，其實香港團隊咧已經開始做一啲準備功夫，將呢一個 Serial Entrepreneur 計劃咧就引入嚟香港嘅。我哋當其時咧係邀請咗咧我哋新加坡團隊嘅同事啦，親自飛嚟香港，同我哋咧一齊去拜訪香港本地嘅中小企，希望了解翻咧我哋香港本地嘅實際需要先。而同一時間咧，我哋香港嘅員工啦，包括我自己啦，都有飛去新加坡，去同當地嘅 Serial Entrepreneur Team 嘅同事去做一啲交流啦，亦都有拜訪當地嘅 Serial Entrepreneur 客戶，希望可以睇下唔同地區又有冇唔同嘅
痛點啦。咁當我哋發覺，我哋都已經了解翻香港嘅實際需要嘅時候咧，咁所以我哋喺2025年咧，即係上年咧，7月1號嘅時候咧，我哋就會行咗一個 soft launch。咁2025年12月嘅時候咧，我哋就正式將呢一個計劃咧推出市場嘅。咁我哋見到啦，短短幾個月啦，咁市場嗰個反應咧係好正面嘅。咁我哋已經叫做我哋嘅貸款增長啦，有雙位數啦，亦都有過百位嘅創業家啦，受到我哋嘅支持嘅。咁因為我哋成個華僑銀行集團咧，我哋希望咧喺2028年啦，或者之前啦，可以總共咧批出呢個50億新加坡元嘅貸款額俾我哋嘅所有 serial entrepreneur 客戶嘅。咁而香港咧短短幾個月啦，其實已經批出咗超過1億嘅貸款㗎啦。咁我哋睇到啦，市場都好接受我哋呢一種模式嘅呢一種貸款咯。咁我哋都有好多客戶啦，都同埋反映翻俾我哋聽咧，就係至少佢哋唔使等到啦，佢哋間公司成熟咗啦，再攞啲財務資料俾銀行，可以喺比較早嘅時候咧，有個資金嘅支持啦，令到佢哋咧更加快啦，可以咧去搶奪佢哋嘅市場。我覺得你哋呢個 Serial Entrepreneur 嘅計劃咧，其實係幫香港嘅中小企啦，同埋好多 startup 啦，啲初創啊，佢哋即係具有一個創新啊、創業精神啊、革新精神嘅企業咧，係即係開創咗一個先河啊！因為佢哋嘅痛點咪就係融資難咯。係。咁而家可以有一個渠道俾佢哋咧，佢哋應該真係，我覺得香港嘅貸款市場咧，真係缺少咗呢一塊拼圖啊。我哋講下例子啊，實際案例啊，講有冇啲好成功嘅 case 要喺我哋嘅節目同人哋分享下嘅？或者咁啦，我可以講幾個案例啦。咁我首先講嘅其中一個案例唔一定係講緊貸款嘅，因為新公司嘅成立嘅時候咧，我哋知道咧創業家其實好多嘢煩㗎啦，亦都可以咁講叫做同時間競賽啦。咁其中一樣嘢就係喺銀行開戶嗰度，好多時候佢哋都遇到一啲困難嘅。咁我哋嘅其中一個案例咧，就係我哋一個客戶咧，佢原本嘅主業咧就係做一啲清潔用品嘅貿易嘅。咁佢因為發展需要啦，佢需要開多一間係做呢個物流運輸嘅。咁啊，因為時間趕啊，咁當我哋嘅客戶經理知道咗佢有呢個需求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好簡單，我哋只需要叫佢盡快去政府嗰度註冊咗呢間公司，然後提交佢嘅商業登記俾我哋就得㗎。攞個 BR 翻嚟先。係啦，我哋唔需要佢話要你過嚟啦，開咗個填咗啲開戶文件啦，又或者交低一啲叫做背景嘅資料俾我哋做我哋嘅 KYC 啦，我哋唔需要呢啲嘢，我哋其實攞咗佢嘅 BR 咧，我哋就已經即刻啟動咗內部嘅開戶嗰個程序，等到佢唔需要用咁多時間去慢慢去再處理銀行呢啲繁複嘅嘢啦，咁可以令到佢更加多時間去做佢自己新公司成立嘅其他嘢啦，亦都係大大縮短咗嗰個開戶口個時間咯。咁可唔可以咁樣形容咧？呢一個咧係好方便便利到啲中小企嘅一個快速嘅開戶通道嚟嘅喎。呢個可以係㗎，呢個尤其是係最適合連續創業嘅創業家，因為佢基本上可能喺銀行已經有咗好多唔同嘅記錄，但係只係可能傳統嘅銀行都唔會話再攞翻佢舊啲記錄去睇，每一間公司都會獨立去個案去睇，咁咪會令到個開戶嘅時間要長咗好多咯。因為早幾年咧，其實有啲朋友話創業，其實佢哋就咁攞住自己啲資料去銀行咧，有時淨係等銀行做啲咧嗰個準職審查啊，話啲背景審查都閒閒地等超過3個月啊。其實咁樣令到成個效率啦，或者佢創業嘅過程咧都變得好艱辛啊。同意啊，同意啊。同埋另外咧，我都可以分享其他啲個案啦。除咗開戶口咧，創業家啦。一開頭啦，好似我哋之前所講啦，喺個貸款資金嗰個支持上面咧，亦都係好困難嘅。咁我哋咧都試過有好多成功嘅個案啦，可以喺嗰間公司開立之前，或者喺初期咧就可以有一啲叫做融資嘅安排㗎啦。可以啟動到嘅。啟動到啦。咁頭先我可能都提過一個個案啦，就係話可以喺佢嗰間新公司未成立之前，就已經批出一啲叫做預備定嘅貸款俾佢。等到嗰個客戶喺佢成立咗間公司，而又開咗戶口之後咧，其實佢就已經可以即刻提取佢嘅貸款啦。另外亦有一啲公司啦，好似我有一個客戶啦，就係佢之前咧就係做呢個叫做物業管理嘅。佢因緣際會嘅情況下啦，佢就認識咗一啲叫做資訊科技嘅高手。咁佢當然就想跨行業去發展其他事業啦。咁我哋亦都可以咧因為 Serial Entrepreneur 計劃下啦，我哋可以用佢嗰個決策者嘅背景去做一個審批。
所以佢亦都可以喺佢嗰個資訊科技公司係未有任何嘅業績啦，或者叫做財務背景資料嘅情況下咧，我哋都批出咗個貸款俾佢哋去支援佢呢個新行業咯。咁所以咧，好多連續創業家咧都同我哋反映翻，就係有咗呢一種新嘅模式咧，可以令到佢哋唔需要咁擔心去新成立公司嘅時候要嗰個資金個安排上邊。因為我哋都明白新成立公司已經太多嘢需要去顧慮啦。咁啊反應好好啦，亦都幫到好多啲持續創業家佢拓展其他嘅業務啦。咁有冇計劃會將呢個Serial Entrepreneur 嘅計劃去到其他嘅市場呢？我哋而家咧 Serial Entrepreneur 計劃咧，首先係2019年喺新加坡啦。咁2025年即係上年嘅時候咧，就已經推廣至去其他地區㗎啦，包括馬來西亞同埋香港。咁再下一城咧，就應該會係我哋集團嘅印尼嘅地方啦。咁你華僑銀行喺香港、新加坡呢個係被形容為雙極組織策略裏邊咧，其實扮演啲點樣嘅角色啊？我諗中小企啦，除咗喺本地佢要發展之外咧，亦都大家都成日經常會出海喎，出海㗎啦。咁我諗我哋銀行啦，係因為喺馬來西亞啦、新加坡啦、印尼啦，我哋都有呢個據點啦。我哋亦都可以協助咧 Serial Entrepreneur 咧，去當佢出海嘅時候，去發展第二個市場嘅時候咧，我哋都有同一組嘅同事咧，可以幫助佢哋更加了解當地個市場發展啦，尤其是可能唔同金融政策啦，或者金融規範嘅要求啦，我哋可以作出一啲比較專業嘅意見，去幫助佢解決呢啲金融問題咯。即係除咗幫佢輕鬆創業之外咧，仲可以幫佢睇下點樣將盤生意發揚光大。因為尤其是東南亞咧，依家係我哋中國咧最大嘅一個貿易夥伴啊嘛。講得啱，係。好，咁啊，可唔可以再即係總結翻啦？其實而家都有好多嘅創業家，佢唔單止滿足於一個市場嘅，都希望可以走出去同埋持續擴張。其實華僑銀行有啲咩優勢可以幫到佢？有啲咩服務咧？佢哋其實最重視你哋俾到邊一部分嘅服務佢哋？係，我哋華僑銀行咧好明白啦。新開公司咧係需要好多銀行嘅幫助嘅。我哋銀行咧係會喺2月份咧推出一個叫做宏富企財嘅 Premier Account。咁呢個咧係專為咗一啲富有呢個需要連續開戶口嘅中小嘅企業家而設嘅一個 Premier Account。咁佢咧係會包含晒咧佢公司嘅需要啦，亦都有個人嘅需要喺入邊嘅。咁優惠方面啦，我哋係會全部係豁免佢嘅開戶口嘅費用，亦都有佢嗰個轉數快嘅交易支出啦，我亦都會豁免嘅。再加上我哋有靈活嘅貸款融資安排啦，再加上我哋有專屬嘅客戶團隊，一站式咁提供我哋銀行嘅服務俾佢哋，可以令到佢哋咧喺新成立公司嘅時候咧，可以好便捷咁樣去處理銀行嘅開戶手續嘅。另外啦，我哋都了解到啦，新開公司咧，亦都需要做一個市場推廣啦。咁我哋咧華僑銀行咧，亦都有呢個平台咧，係可以提供到俾我哋嘅客戶嘅。咁我哋有一個叫做Emerging Enterprise Award， 我簡稱叫 EE Award 啦，就基本上已經舉辦咗超過18年㗎啦。咁呢一個 Award 咧係可以每年咧都係邀請咧我哋東南亞咧，包括香港嘅一啲中小企咧，尤其是一啲初創企業咧去參加嘅。咁過去3年啦，亦都有全部都有呢個香港嘅企業啦突圍而出，就取咗獎項嘅。咁喺呢個跨地區嘅競選入邊啦，得獎嘅企業啦，除咗可以得到佢品牌嘅認證啦，又或者啲交流嘅機會啦，亦都可以得到咧港幣咧100萬嘅免息貸款咧，去支持佢嘅公司發展嘅。因為你哋有一個比較龐大啲嘅中小企啊，嗰啲企業啊，一個基礎啊，咁所以係事實上一啲好多中小企咧，佢哋再將盤生意再諗下點樣與時並進咧，第一個就諗起自己 banker 先㗎喎。冇錯。好啦，多謝晒袁志權先生接受我哋嘅訪問。好多時話我哋夢想要遠大啊，不過喺夢想遠大之中咧，都要有間金融機構咧背後嘅。係啦，夢想好大，我哋成日講咧，現實就好骨感嘅。咁但係咧，既然
然喺咁骨感嘅即係情況底下，都可以有銀行嘅服務啊，可以配合到，即係跟住客戶一齊成長，帶住客戶一起走。其實咧，客戶亦都同你哋一齊啦，係攜手並肩啊，創造更加多嘅價值。因為我哋嘅譬如香港政府不斷咁都係話要推陳出新啊，要創新啊，要創業要革新，都鼓勵大家創業㗎。如果銀行嘅服務咧能夠配合到嘅咧，就真係相得益彰啦。係啊，所以夢想係可以好遠大嘅，不過咧遠大之前咧就要同我適當嘅銀行傾一傾先啦。係有銀行嘅支持，好，絕對係今日多謝晒成功一半啊嘅訪問。好，多謝晒。